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做伙来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，咱做伙来读圣经这个单元。我是代班主持和平。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应该拢有参加过婚礼吧？最近呢，和平的身躯边拄好有真侪亲戚朋友咧结婚。每一遍参加婚礼的时阵看到新郎新娘伫会堂内接受神的祝福，两个人真做一体，共生生命之源的画面，实在是互人看了真感动呢。也毋过，毋知影大家有想过无？假使呢有一场婚礼来了真侪工作人员甲被邀请的人客，结果新郎却无来，那安尼发生啥物代志呢？又搁或者讲，假使咱今仔日要出国，已经买好了机票，也上了飞机了，所有的乘客甲机组人员拢就位好了，也毋过驾驶员却无伫的，那安尼结果是会安怎呢？其实这两个问题答案拢是共款的，就是咱啥物代志也无法度做，因为上重要的人无在场。那安尼，就算是其他全部的人拢到了，也无法度来做啥物。咱每一个人的人生，其实嘛拢是安尼哦。咱生命中上重要的是啥呢？其实圣经中拢有甲咱讲哦。咱会当做伙来看约翰福音的15章第1节到第8节的这段经文。这呢是主耶稣伊用葡萄树甲树花来做比如伊甲阮的关系。这是非常宝贵的哦。有一寡人可能会认为咱去参加联谊会、参加身份班呢，是咧去充电。也毋过，才甲咱讲哦，咱甲神的关系，并不是电池充电的关系啦。因为电池离开了插座，就会来放电，就亲像咱的手机咧充电，充饱电就会无线来消耗。咱甲神的关系不应该是安尼，咱一直甲这个插头甲插互掉，就亲像这段经文所讲的，爱是葡萄树甲树花的关系，是甲神的生命来做连结，连结了后，就袂当搁再分开的哦。即摆呢，咱就做伙来读圣经，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8节的这段经文，咱做伙甲伊读一遍哦。第1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爸是栽培的人。2节，今仔小我无结果子的树花，伊就剪去；今仔结果子的，伊就修理干净，互树花结果子搁较侪。3节，现在恁因为我讲互恁的道已经干净了。4节，恁来定伫我内面，我也定伫恁内面。树花若无定伫葡萄树顶，家己就袂当结果子。恁若无定伫我内面，也是安尼。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树花。定伫我内面呢，我也定伫伊内面。这人就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恁就袂当做啥物。6节，人若无定伫我内面，就亲像树花等伫外面孤单，人捡起来，迄伫火内底烧了。7节，恁若定伫我内面，我的话嘛定伫恁内面，今仔恁所愿意的，祈求就互恁成就。第8节，恁做结果子，我爸就因此得荣耀，恁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透过这段经文，咱就会当知影，咱生命中上重要的呢，就是耶稣啦。只要是离开耶稣，咱就袂当来做啥物哦。而且神因为真爱咱，希望咱会当变搁较好，会适当的来提醒、
甚至来管教阮，或者是予咱一寡功课，予咱会当更加的成长。就亲像农夫咧修理树尾共款，伊会甲无好的所在，甲伊修理又干净，予咱有充足的养分，会当来结出好果子。这嘛互好评收起呢。伫我读大学以前厝内底算是管甲较严，所以呢，来到外地读大学了后，变亲像一只放出去的鸟突然间得到自由，无搁再有人甲我管，感觉啥物拢足新鲜、足好耍的，啥物拢想要来试看卖，定定算到正暗才转去宿舍。尤其呢，我读的是体育系，这个科系有诚侪好耍的活动，相对的信用中的挑战甲诱惑也非常的多。我伫大学1年的顶学期，就参加了诚侪活动，包括迎新、露营等等，也加入了一个球队。但这个球队的练球时间呢，甲教会团契时间拄好冲突因此我迄段时间拢毋知影要安怎来选择。明明知影应该爱来教会团契，但我是拄入去的1年的菜鸟嘛袂当拢无去练球吧。因此我伫迄时阵拢选择一礼拜去练球，一礼拜去团契，要无就是先去上了课，才赶转去学校来练球。无甲家己实在是真忝，又搁感觉非常的空虚，感觉啥物拢得袂到，啥物代志拢做无好，还搁时常有想要休学转去厝的念头。而且呢，比赛时间也定伫安休日，暗时的聚会嘛愈来愈少来参加，渐渐的离心愈来愈远。即马想起来，实在是真无应该。但主所爱的，伊比较管教。真感谢神的呢，是伊并无甲我放散。就伫迄一年的年底，我共款甲同学耍到正暗，才转去宿舍。隔天一透早就出门，准备骑车转去高雄。感谢主，我平安的转去厝，放了物件，又搁出门要去车站载我同学。无想到讲到了车站，已经看到我同学我准备要倒我就到了。但是呢，我停伫路中的时阵，突然间听到遮大的咚声，结果砰一声，我人就伫咧涂骹了。当下我立刻知影我惨因为迄时阵的闹钟浮出来全是迄站所做，真侪是无喜悦的代志。心中嘛真清楚的知影，我做毋对了。但也是非常感谢神，因为迄天是骑车骑真远才转去厝。有骑过长途的应该拢知影，迄速度实在是拢真紧。假使伫迄时阵出代志，后果真正是真歹想象。真有可能我即马就袂当伫遮见证。但神真正是真爱我，迄伫我只差最后一步就到了目的地所在，才互我出一个车祸。虽然倒骹严重的闹得真严重，3个月无法度拍球，这对爱运动的学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。毋过也因为安尼，拄好有理由会当毋免去练球，会当来团契。也感谢神，互我趁这个机会，好好的来反省思考。因此呢，我也
勇敢来选择，最后甲这个球队退掉，重新甲重心放回去教会，也重新思考了这份信仰。咱拢知影，科学爱靠实验，但信仰呢是靠体验。虽然和平是为自细汉就伫教会受洗长大，圣经的道理嘛听了真侪，但老实讲，大学以前的我，并无有真正体会到这位真神。这份信仰呢，只会当讲是我爸母的信仰。但感谢神，伊非常爱我。上大学了后，不管伫咧生活上，或者是祈祷中，拢互我深深的体会到，我所敬拜的这位神呢，是一位又搁真又搁活的神。也感谢神借由伊的管教甲提醒，互我的生命会当得到转变，会当重新甲神来连结，会当逐天来到教会聚会敬拜神，甲属灵同伴团契联谊，有欢喜的代志会当做伙来分享，拄着困难，大家嘛会当做伙来代祷，这种感觉实在是非常的好呢，内心感觉到真平安、真喜乐，无搁再甲进前同款，无因到真空虚。而且反颠倒好好甲生活上的各种代志，拢变甲真顺利。主耶稣嘛甲咱讲你若定伫我内面，我的话嘛定伫恁内面。今仔恁所愿意的，祈求就互恁成就。伫咧马太福音的6章33节也提到讲，恁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这些物件拢要加互恁了。这物件是啥物呢？伫咧头前的经文有提到，就是食啥物、啉啥物、穿啥物，等等这生活顶的种种烦恼。主耶稣拢甲咱讲咱毋免为着这代志来忧虑啦。只要咱有决心选择相信伊，那安尼，这物件神其实拢会赏赐互咱因为神伊非常爱咱，伊知影咱人的一切需要，所以愿神的爱时常来交关予大家，互咱会当定伫咧主内面，主也定伫咧咱内面，会当引带修正咱的脚步，互咱拢会当行伫咧正路，会当体验到神，甲神来做连结，最后结出好果子。接落来，咱要做伙来祈祷。即马就请大家做伙头闭目，心中默祷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祈祷，主爱的主耶稣基督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你为爱咱世人，亲自道成肉身，流出宝血替咱来赦命，互咱的罪会当得到赦免。虽然是安尼。阮犹原是非常的软者，常常做出互你无欢喜的代志，也毋过恁并无甲咱放煞，反颠倒用各样的方法来提醒阮、挽回阮，因为你捌来到世间，会当体恤阮的软者，互咱会当坦然无忌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会当得怜恤。蒙恩惠，主我愿意谦卑顺服你的带领管教，互你做阮随时的帮衬，也祈求你保守看顾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互因甲阮同款会当得到福气。最后愿将一切荣耀颂赞拢归互阮在天顶的爸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就到这要完成咯。假使呢，恁对今仔日的内容
有啥物感动想要来分享，或者有疑问，拢会当伫留言区甲咱做分享或者提问哦。也会当将节目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，也欢迎到徛家附近的真耶稣教会，甲咱做伙来查考真理。感谢恁的收听，欢迎后边空中搁再相会。